你敢相信吗？用一个灯泡接两条线，接两个电夹子，就可以检修好一台损坏了的电磁炉。方法呢比较的好用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在维修电磁炉没有开关电源保护器的情况，只需用一个白纸灯泡接两条线，接两个电夹子。就是比如炸管的电磁炉保险管损坏了，我们在不更换保险管之前，给它两个电夹子和保险管两端连接，更换上功率管，更换上损坏的元件，通电看灯泡是否发光。如果是灯泡发光发红，说明还有故障点，还有短路的氧气件需要及时检修更换。如果是灯泡不亮，说明故障已经排除，我们就可以大胆这个通电时机，把这个灯泡电夹子拿掉，保险管更换上新的，这样呢就修好了。然后的话，方法呢非常的安全又好用。